盘龙棍乃是我曹邦圣武100年来从未借于他人。有了它，便可号令全国水运关闸，可保你一路畅通无阻。 谢过翁前辈。东盟主，借一步说话。东盟主，好眼力呀，调到金龟婿。翁前辈，还叫翁前辈，叫大哥。大哥，我们只是普通的行商伙伴。那也是同走一条路。说同走一条路，也不一定是同路人啊。 而且人家已经有相好了，难道说他有婚约，有娃娃？那倒没有。那怕什么呀？哎，你看看，正痴痴的看着你呢。干嘛？离我远一点！小心我呼你耳朵啊！我跟你说。哎，小心我揍你啊！你干嘛？哎，我的鱼！哎呀，好的不学，偏学强盗。 什么强盗？采花大盗？我发现你这个人之前话又少，说出来又扎人，怎么现在变得油腔滑调？那我这般，你可喜欢？这是我烤的鱼，要自己抓去。 小心烫！好吃。